后来最近有一张这个防疫保单，一年的保费才500块，只要收到政府居家隔离的通知书，就会当摕到10万块的理赔。这嘛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的一张无需要确诊就会当理赔的防疫保单，讲真抢气哦。也毋过这张保单有除外的这个条款，都是犯罪故意的行为，拢袂当来理赔。也阁有这个投保的时阵，人必须伫国内，75岁以上无法度来保，若65岁以上咧，嘛只会当选5万块以下的保额。另外，这个主管机关经检会嘛来呼吁着民众讲，唔通为着要得到利头来买保险。他如果说要缴现金，就不用对。想要投保的民众排甲落长，招保险的嘛无应该变过，和急诊室的医师嘛来呀。他在台北，我在云林，对，所以我们是台大的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急诊的，至少心理上会觉得好像有点差别。心理的抚慰剂。第一线急诊医师染疫风险真悬，看到医护人员社团伫咧讨论这份保单，特别来投保。这张保单的特点是，若是收到政府隔离通知书，得当理赔；无像市面上的保单，需要确诊才当理赔，而且上悬的保费一年减500，理赔金煞坐要10万。是有犯罪的行为，有故意的行为等等的这些，在购买所有的保险都是不予理赔的，而且这个还会可能吃上刑事的这种官司。保险专家提醒，保单有除外条款，犯罪调降的行为拢未理赔，佮有投保时人爱伫咧国内，75岁以上无法度投保，65岁以上干会当选5万以下保额。金管会嘛无鼓励民众透过保险来赚这条钱。